那我们平常生活中还有什么运动呢？你们举手告诉我，还有什么运动？来，陈伟。跑步。跑步也是运动，还有呢？还有嘞，品成。啊？网球，还有呢，冠德。踢足球，还有呢，洪泽。高尔夫球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请小朋友出来做个运动，做个足球的那个球类的运动，让小朋友猜猜看是什么运动哦？谁要先出来？来，明宏，你做个运动，让小朋友猜看看是什么运动？来，举手。打篮球。举手，告诉我，再一次，再做一次。来，亚乔。滚球是滚球吗？不是，再猜一次，再猜一次。安安。保龄球。